毕竟点篝火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瞬间，这个等待也将让篝火的燃起更加激动人心。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点篝火。掌声有请陈坚书记和郑强校长。来，我们苗家在点燃篝火之前，必须得有一个仪式。来，我们看接下来的仪式是什么？那么我们看到美丽的苗家姑娘把用牛角装着的酒呈给了我们陈坚书记和郑强校长。没错，这就是咱们苗家特制的糯米酒。看来这酒还不错啊。手酸嘛。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来，你们的掌声和尖叫声在哪里？